好，来继续要来讲俗称是笑气，有人讲是加古雅的一氧化二氮，若是数伤多，会产生着幻觉，甚至会死亡，而且是袂甲正常，所以常常伫咧青少年做伙这个所在来出现。最近投行甚至传出讲，有不少的业者推出用3倍罐就会当买这种笑气，所以环保署来宣布，上紧10月份就要甲笑气来列管。警方行入汽车旅馆的房间，开始临检，男男女女伫遮唱歌、啉酒、作乐。边仔这个黑色的罐仔内面底是笑气，竟然是用3倍罐买来。生理人写的是天然气，抑过实际卖就是这款俗称的笑气，学名叫做一氧化二氮。若数伤济，唔乃产生幻觉，较严重的会无命，因为较早无列管，不少业者袂好青少年，互因去开舞会，甚至会出现伫网络平台顶面。即马环保署要列管工业用的笑气。在源头的制造商跟输入商，他就分别要取得许可，把它的流向都会有规定要去做一些申报，或者是一些我们行政部门之间会就管辖事项来做勾稽。除了业者爱申报出的许可，同时禁止伫网络平台顶面做买卖，违法上盖悬会使罚新台币30万。若是卖笑气，互人致死、重伤害、危害健康，上悬会使处无期徒刑。而且未来若无列明用途的笑气，卖含一寡二氧化硫或者个笑气臭咖无法度输。